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章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26课，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要哪读？练舞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木瓜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色徛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榴莲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动作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写字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行路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食饭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开始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体谅。11，这安怎读？精彩。12，这安怎读？结婚。13，这安怎读？客厅。14，这安怎读？台北。15，这安怎读？纳税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好写。17，这安怎写？药方。18，这安怎写？轻快。19，这安怎写？下贱。20，这安怎写？上班。21，这安怎写？值班。22，这安怎写？伤害。23，这安怎写？团真。24，这安怎写？存在。25，这安怎写？兄弟。26，这安怎写？广东。27，这安怎写？严重。28，这安怎写？法度。29，这安怎写？平凡。30，这安怎写？少年。作者单词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